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2年7月初7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82篇，阿摩司书第1章第1节到第2章第3节，雅各书第2章14节到26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信心甲行为。虽然咱知影保罗伊非常强调因信称义，但是保罗并毋是完全否定行为的功效，乃是强调着讲得救了后，得救毋是因为行为，但是是因为相信。行为伫保罗的思想内底是一种回应上帝救恩的实际行动，毋是得救的必要条件，也是讲主要原因。当然嘛，毋是全部拢无重要。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非常追求保罗神学因信称义这个教义。但是伊却完全否定行为的价值，伊甚至捌真严格来批判今仔日咱所看新约的经文雅各书。马丁路德认为这是一本完全无价值的一个经典雅各书，伊甲称作这种丢草批信。后来，马丁路德伫更较了解雅各书了后，伊有修正伊对雅各书的观点。伫咧1531年的时阵，伊发表着奥斯伯的信条辩护文中间指出，雅各书甲保罗的批信并毋是相矛盾的，互相矛盾吼。因为根据这个雅各书第2章第14节到第18节的背景来看，雅各所强调的是信心要加上行为，是咧指出讲信徒得救以后，除了信心以外，更较需要用行为伫众人的面头前来表达家己是义人的身份。那呢？行为伫雅各书的论点顶悬来讲，是一个信心的果子，但是伊毋是称义得救的条件。这个甲保罗的神学是完全同款的。伫今仔日的旧约圣经提到着几个城市、区域，也是咱讲当初时的国家。先伫提到着叙利亚，关于菲利斯，关于这个泰尔，关于以东，关于阿门，或者是摩押，因拢伫生活顶悬一再的犯罪。圣经一摆搁一摆提着讲，因再三的犯罪，因为安尼，上帝对因就大大受气。因的行为表现出因的歹，毋是好，因为安尼就要得到歹的结果，上帝的刑罚。这外邦国家的行为表现出因的歹，好若亲像咱昨提到着这个宝头已经放伫这个树蛙顶头，会将遐个高大的蛙，遐个无要结果子的，也生了歪壳刺带，全部拢修剪落来，放伫咧外面，放伫咧火内底，用这个不灭的火，将这个树蛙来甲伊烧掉。因为因必须要面对家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，
所以无有好诶行为，就无法度得到上帝诶报赏、恩惠以及救恩，这是必然诶。也好，咱参像雅各书诶经文所提到着诶，伊讲我诶兄弟姊妹啊，如果有人讲伊有信心，却袂会用伊诶行为证明出来，有甚物路用呢？迄个信心会通救伊吗？这正是阿摩斯先知对迄几个城市国家的预言以及提醒。再三犯罪所得到的后果，必然是受到剪除、献杀。雅各阁指出，当这是基督徒的问题，因对这个需要的人其实是冷淡的。虽然因讲因有信心，雅各特别指明讲，恁中间有兄弟或是姊妹无通亲、无通食，恁却对伊讲平安、平安，愿恁穿的烧、食的饱，却无要供给因所需要的，迄有甚物路用呢？俗语咧讲，敢若讲袂晓做。意思就是讲，嘴挂条讲哦，阮有信仰，阮有信心，却完全的冷淡，无愿意付出行动。伫上帝眼中来看，安尼是完全的歹，无有信心的人。那个对安尼的人有真严厉的批判。伊讲，相款，信心无有行为就是死的。但是有人会讲，这个人有信心，迄个人有行为。我要回答讲，你甲我看，你互我看迄个无有行为的信心，我要用行为互你看我的信心。伊又搁讲，愚妄的人啊，恁想要爱知影，无有行为的信心是无路用的吗？雅各伊举了亚伯拉罕做例，伊提到亚伯拉罕献囝的代志。伊认为亚伯拉罕甲上帝有非常合宜的关系，有信心并且付出行动做见证。咱的祖先亚伯拉罕是怎样用来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呢？是对伫伊将囝以撒献伫祭坛顶悬这个行为，可见伊的信心甲行为是三甲行的。信心是借着行为来达到完全的。圣经讲，亚伯拉罕信上帝，因为伊会信上帝认伊做义人。这个话实现啦，伊互了上帝来称作朋友。雅各所强调的就是信心甲行为三甲做伙，欠一个拢袂使的信仰生活的见证。这是真实相信性命的表现。雅各搁举这个亚利哥城的妓女拉合做例，伊真实相信约书亚甲因所介绍上帝是真神，所以呢，伊就付出行动来解救因遮人。圣经讲妓女拉合的情形也是同款。伊通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，是对伫伊的行为。伊接待犹太人的使者，佮帮助因对另外一条路来逃走。雅各真奇妙，用真奇妙的形容信心甲行为，好那亲像身体甲人的喘气共款。欠一个拢袂使，
所以人通甲上帝有合意的关系，是借着行为，毋是简单借着信心。基督徒要安怎表现家己的信仰是活的？咱伫教会中间要安怎来活出信仰的见证？这是咱的挑战。诗篇82篇，上帝伫天庭主持大会，伫正神的会中得审判。恁无照公义审判，偏袒歹人要到什么时阵？恁着为善车的人甲孤儿伸冤，为着困苦欠缺的人主持公道，着解救善车欠缺的人，互因脱离歹人的手。恁毋知，完全袂了解，伫黑暗中行来行去，公义的根基拢摇拽。我捌讲，恁是神，拢是至高上帝的囝。毋过恁甲世间人相款，拢会死，亲像逐个领袖拢会倒落去。上帝啊，求你起来审判世界，因为万国拢是你的。感谢主赏赐阮救恩，互阮因为相信来得救，帮助阮会通活出美好的见证。对阮的日常行为见证，阮是属上帝，已经得到这个国活的活命。感谢基督奉主圣名求，阿们。